追蹤咗15000個人217項醫學研究，最後得出嘅結論得2個字：行路。你冇聽錯，唔係高科技治療，唔係昂貴藥物，係行路。呢個答案簡單到令人懷疑啊！但係數據面前呢，我哋要重新思考咩先係真正有效嘅療愈。全球有30%嘅45歲以上成年人 X 光下可以見到膝關節退化，一半人呢就因此呢係痛到係影響生活。咁醫學界一直話運動有益，但係究竟邊種運動最有效？今次研究團隊用咗30年嘅臨床數據，測試過所有運動方式，力量訓練、瑜伽、拉筋、游水、踩單車，結果發現幾十萬嘅醫療設備輸俾一對運動鞋。帶氧運動、行路、踩單車、游水，無論短期定長期，都係止痛同改善活動能力最有力嘅方式。唔係話其他運動冇用，而係論一致性同持久性，帶氧運動遠遠領先。更重要嘅係佢安全、免費，隨時可以開始。我哋成日話痛就要醫，醫就要複雜。咁但係其實呢，真正嘅療愈呢，從來唔好複雜嘅技術入邊，而係我哋同身體最簡單嘅對話。行路呢係身體本能嘅節奏，佢令關節活動、血液流動、炎症減少。最重要係佢令你重新掌握對自己身體嘅主動權。科技越發達，我哋越要記住，人體本身就係最精密嘅治愈系統。咁問題唔係我哋冇能力康復啦，而係我哋太快將自己交俾外部工具，而忽略咗身體原本嘅智慧。行路唔只係運動，係一種同自己和解嘅方式，用最簡單嘅方式照顧身體。呢個係我哋可以俾自己最長情嘅投資。識得食，識得住，識得行。我係 Fanny，我哋一齊活出品質。